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9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玻璃汤圆病院今仔开放运作，早起记者会，行政长苏贞昌、部长、陈时中佮市长郑文灿做伙出席表达支持。台南咸水的芳仔炮要缩小规模来办，不过台北市政府是表示，台北定节嘛是要延到中秋节接办。美国的月日号火车看出去，今仔透早伫火车降落，嘛成功飞团第一张火车地表的相片。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增加一个对印尼离岸移工境外移入的病例，那已经买到疫苗头一批，应该会伫3月初送来台湾。注射的顺序上大先做的是1号人员。那么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伫今仔下晡的记者会有上盖新的说明。有新增一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好，那这个案是我们编号942。好，那是20多岁的男性移工，看起来在部桃里面相当的准备，非常的齐全。好，那专家也看过，认为也是，一切可以慢慢的来进行。部桃什么时候会来恢复，来接受我们这个确诊的病人？好，那我想应该是会很快，不过这交由徐院长来做一个决定。好，然后第二段疫苗进来。在于就是说跟防疫相关有关的这些行政人员都会列在第2的顺位，第1个顺位当然是直接照顾者。再来看，今仔卫生福利部的汤圆病院开始恢复运作。早起，行政长苏贞昌、卫生福利部的部长陈时中，佮有汤圆市长郑文灿，拢出席汤圆病院的记者会，来表达上大的支持。桃园院复原。福原启动仪式完成，卫生福利部汤圆病院正式登来防疫阵线。19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还佫有汤圆市长郑文灿，拢出席汤圆病院记者会来互因支持。再强的病毒都比不过团结的人心。我们不但布置好了防火巷，而且能够把疫情做最好的控制隔离。中国的12汤圆病院发生群组感染，至少21个人致病，其中1个人死亡，2个人也搁伫咧加护病房，而且伫咧转移清零计划扩大体检，2132剂的检体拢是阴性了后，汤圆病院的群组案件总算是告一段落。若是汤圆病院当时才会当全面恢复营运，但市长表示由院长来决定。经过这个试炼，我们应该会变得更坚强。那未来部桃经过我们中央的一个相关大家合作的一些检查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交由徐院长全权来负责。上半场，那么台湾在防疫的工作上交出了好成绩。下半场，我相信在疫苗的施打，在整个健康的维护上，我们也会交出好成绩。经过1个月，汤圆病院真紧就行出群组感染的风暴，重新登来防疫的第一线。院长齐永年感谢各界支持甲鼓励，嘛表示经过这届的危机，汤圆病院会徛搁较在，嘛会搁一届来负起国门病院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本地要订500万剂德国 BNT 的疫苗，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讲，因为有人插手哦，伊嘛有真侪苦衷讲袂出嘴。也毋过，中国国台办长得未讲，这是无影的代志，是在黑白讲。早起行政长苏贞昌是表示，陈时中的讲话一向拢有证有据哦，叫中国毋通家己对号入座。国营事业是人民的资产，有关最近国营事业相关负责人的异动，或是个人的因素，或是届龄退休，都是按程序进行，而政府基于保护国人资产，都会依相关程序寻觅适当的人才、适才适所，为人民经营资产。苏贞昌嘛强调讲，疫苗的采购拢有照专案的行，卖到立法院公开来向国人报告。另外，针对最近国营事业的高层人事的变动，中央等单位拢有高层离开，外界质疑讲这是民进党的派系有纠纷哦。苏贞昌是讲，人事嘛拢有照听事的进行，因为国营事业为着保护咱国人的资产哦，一定会照步来找人才。
咱再来看德国 BNT 生技公司暂时发声明，答应讲会提供咱台湾辉瑞 BNT 的疫苗。指挥中心嘛表示讲乐观其成。也毋过，咱国内就有专家是认为，台湾想要跳过中国上海的代理商，直接来向总公司买疫苗，恐惊更有变数。世界各国陆续列出新冠疫苗，德国 BNT 生技公司进前也发出声明，承诺将提供甲美国辉瑞药厂合作的新冠疫苗予台湾。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乐观其成，不过国内专家认为，德国 BNT 公司将大中华地区代理权拢授权予中国的上海复星医药公司，台湾想要涉过代理商摕到疫苗，恐惊变数也阁真大。什么可能都有啊！疫苗只要还没有上飞机，没有到台湾，都是会有变数的哦。所以其实你要先厘清复兴是不是真的愿意放手了。复兴不放手，你就很困难了。另外，疫苗全球摕到机制 COVAX 提供台湾的20万剂牛津 AZ 疫苗，下礼拜会公布剂量甲运送时程。专家建议第一批疫苗到位，应该予专职病院的第一线医护人员先做。专责医院啊，或者是说某一些科别的医生，他要处理这种病人的，比如说感染科、胸腔科、重症加护病房的医生，他们要处理这些病人的，这些可能会优先打。另外，全球解封时间虽然陈时中表示要到明年初才有机会，不过黄立明分析，欧美先进国家拢已经陆续做新冠疫苗，当疫苗涵盖率达到一定的程度，今年下半年各国应该陆续解封，重启经济往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玻璃糖园病院的危机解除，台北台南市政府嘛宣布讲，咸水的蜂仔炮会缩小规模来办。之前宣布讲要延期的台北灯节，敢会恢复举办呢？台北市政府是表示，目前会照规划中秋节接办哦。为了刺激旅游，台北市去年有推出20万的1000块的大房补助，目前已经用了咯。有风声讲有饭店用人头来请钱，台北市政府嘛来调查。疫情期间，民众开始各路耍透透，为抢双击大饼，台北市关团局去年开始推出20万个1000块旅游补助名额，不过其中10万个自由行名额，提早18天伫18用了的同时，被网友发现17开工日当日有4100外人请领补助，甚至集中伫半暝12点大饭店无合常理，怀疑有小旅店找人头行销。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市府会确实查业者确实有不法，都是涉嫌伪造文书。如果有人胆敢这样，他来伪造文书跟相关的刑责，你不可能40间房你撑起来4000个啊，所以用人头也没有用啊。所以我们本来就有一个防呆的机制。上一波的这个安心旅游的补助哦，已经就有发生过，就是旅馆前面大排长龙啊，你只要来登记入住，我就现场给你500块。如果变成是一个撒钱，然后没有把关的话，我觉得那是浪费大家的纳税钱。因为新冠疫苗特别来台湾，台北市府表示，市长郭文泰身为县市首长，会安排第2波来做。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会按照中央指示，接袂予住的顺序去乱去。目前为止，政府部门我们目前算起来大概是100多位，就是30几个局处加起来一个单位大概5位，所以市长应该也是在这个第2波的逐步的。大家按照顺序才不会乱掉，所以地方一定支持中央施打的顺序。最近玻璃桃园病院疫情等候，台南市政府18国旗咸水蜂仔炮以缩小规模的方式开放，进前宣布延期的台北灯节，是不是有希望提早举办？台北市府表示，目前依然按照规划，中秋节才会举办。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过，真侪人要出国读册，还是食头路。大部分的国家嘛，拢要求讲要有阴性的检验报告。病院自费检验哦，那排队人真侪，费用嘛真贵。检验一届就要7000块。新光病院就表示会考虑把费用降到5000块左右。伫早起9点外，台北新光病院自费检验的柜台已经排甲路长。春节假期结束，真侪民众准备要登记国外工作或者是读书，真侪国家拢需要附阴性报告的证明。所以新光病院比普通时一天20人次的受检量突然间增加4倍，
第这3天就已经采检290位。我在美国工作，美国需要那个登机前72小时的阴性证明，对，才能登机。因为疫情到现在比较危险，所以说大家都比较少出境。那今天可能是过年后，大家都可能要准备有出国，回各自各工作岗位嘛。因为人真多，所以便伫这礼拜六加开自费采检的门诊，并且把所在选到豪华。希望民众自入去重新采检到离开，会当伫1点钟内完成，并且伫24点钟内摕到检验报告。副院长洪淑玲讲，成功甲大部分的病同款，自费采检的费用是7000，不过就算是急件也无加收钱。以后若是有需求的民众愈来愈多，就会滚动式调整费用。公费采检的部分，它的费用在3000到3600之间嘛，那我们现在自费的金额大概在7000块左右，所以我认为如果调整的话，大概是在5到5000块上下，应该是有可能的一个数字。采检的人数较少，病的成本就较悬。洪主任讲，世界各国有方式已经拢开始做，若是临床效果好，国境顺利开放，大部分的国家拢需要附阴性检验证明。到时受检的人数就会大量增加，各边会按照人力甲设备投入的情形调整费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中科院一台无人机停运号，昨暗晡因为控制系统出问题，无人机摔落来伫台东活水河的树林内底。今仔早起，中科院搁去清理现场，看到有一寡机械会使带转去分析。因为无人机失事的地点离市区是真近，所以嘛有民众是真烦恼讲无人机的安全性。19早起，停运无人机失事现场的台东活水湖，中科院搁一届派人来敲找草瓦堆，看敢也搁有精密的仪器无去找到。中科院研发的停运无人机18暗时摔落来，中科院嘛以新闻稿来证实这项消息。初步了解是伫咧混行飞行的时阵，控制系统无正常，毋过失事的原因也搁爱进一步分析，无法度对外界来说明。毋过这只机约18公尺的停运机失事的地点离台东市区超1公里，民众拢真关心。佮大声啊，都会惊尔。啊，你有惊到？惊到啊！但是无人机拢无飞到阮这边飞咧，拢伫迄边咧。拢伫迄个啦，迄个活水湖顶悬呀。中科院表示，停运无人机出现无正常的时阵，就照标准定数来逼降，袂去危害到民众。原本中科院伫咧空军执行基地有3只无人机伫咧进行测试甲训练，即马敢若剩2只。摔落来停运机是惯性机，中科院强调讲，即个事件袂去影响到各座无人机的研发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参众两院的共和党的议员，搁再提出防止台湾受侵略的法案，希望确保台湾未受到中共的威胁。法案嘛授权美国总统伫必要的时阵，会使出动武力来保护台湾。也毋过，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报道是指出，中共已经批准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强调讲会专心来准备战争，台海的情势又搁真紧张。美国进入哩拜登时代，新国会马展开，共和党这个参议员史考特重新提出防止台湾防侵略法案，伊认为袂当互中国继续威胁台湾，呼吁美国总统拜登甲民主党爱做伙通过这个法案。同时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想要统治世界众人知，美国袂当点点等代志发生，应该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共和党这个众议员瑞森绍尔同时表示，中国对台的敌对行动升级，台美应该爱加强安全合作，伊嘛捌公开呼吁应该爱延续前总统川普对中的强硬态度。It's a strong America abroad that still tries to avoid conflicts when we don't have to. It's putting the American worker first. It's about holding China accountable. 防止台湾防侵略法案目的是保护台湾无受到中国的侵略，内容包括授权美国总统必要的时阵会当出兵保护台湾，要求中共放弃武力对台，鼓励美国甲台湾的总统会面，而且欢迎我方总统伫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共和党有代议员拢为支持台湾发声，尤其伫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佮呼吁爱护台湾加入哩 WHO。They've not done that. We still don't have good information. Taiwan ought to be a member. They're not allowing Taiwan to be a member. 美中台关系继续紧张。根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已经批准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会深入地贯彻习近平的强军思想，重点肯定准备战争，嘛再度忧心台海紧张的气氛。记者郭灿特别台北报道。
咱再来看美国的2号，伫台湾时间19日透早5点左右降落伫火车，嘛飞团第一张火车地表的相片哦。若是刷落来检查，阁有准备拢顺利的话，这个宣传讲有史以来上先进的火车探测器，得用全新的方式来开始伊的任务。Touchdown confirmed. Perseverance safely on the surface of Mars, ready to begin seeking the sands of past life. 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所属的喷射推进实验室的任务中心传出欢呼的声音加拍破的声音，因为伫着陆进程最后7分钟是上关键也是上危险的部分。The science team identified Jezero Crater as basically an ancient lake bed and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places to look for evidence of ancient microbial life and to collect samples for future return to Earth. The problem is it's a much more hazardous place to land. 2号探测器是规个火星2020任务计划的核心，为了要互所落来移动加探测过程顺利。2号有带火星探测史上第一台会当伫咧火星大气层内面飞行的迷你直升机基地号，一方面验证火星大气层内面飞行的可行性，也要担任2号的程度，互探测器会当顺利刷引导到适合的地点。Science, technology, and caching samples bring back to Earth, but it's also part of our bigger exploration plans, right? Which involve really understanding Mars and the evolution of Mars and whether there was life, ancient life, but also preparing for eventual human missions to Mars. 除了第一遍动用太空迷你直升机，火星2020计划另外一个创举是伫咧摕到火星地表的各种样本料，自2号发射小型火箭，并且由火星轨道顶另外一个探测器接手。最后目的是要把有装样本的容器送登到地球，和科学家做第一手的研究，更加了解火星的自然环境。未来送人类登上火星的事前准备就让更加完备。公司新闻谢嘉玲编辑。德国警方昨出动几啊百名的警察去查毒品加武器，抓到2名的嫌犯哦。这场行动甲去年秋天几啊届种族帮派暴力冲突有关系。德国媒体嘛指出，这届是当地正歹名声的雷莫家族，最近有几啊届博物馆调查条的代志，嘛拢甲因有关系。警方伫柏林新科尔恩区抓人，送去哩警车。这边的行动执行逮捕令也有超过20名搜索令，2个人被抓。柏林警方讲，这边出动几多百名警察，也有税务局的调查。Es geht Betäubungsmittelhandel, Waffenhandel, Handel mit Kriegswaffen und es geht Körperverletzung, schweren Landfriedensbruch. Die ganze Thematik, die ich als bekannt voraussetze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Auseinandersetzung, die Anfang November in Berlin passiert ist. Das Ganze ist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zwischen Personen russischer Nationalität, tschetschenischer Herkunft und arabischstämmigen oder arabischen Personen. 被抓其中一位44岁嫌犯有带电子卡条，不过只就参加过一遍暴力事件。除了涉嫌人身伤害，也有非法诈请、种大麻，也有贩毒的相关指控。Ja, man muss schon feststellen, dass seit 2-3 Jahren sowohl in Berlin als auch in Nordrhein-Westfalen mittlerweile das Problem Clankriminalität im Bereich de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auch in den politischen Fokus gerückt ist und deswegen auch endlich die politische Rückendeckung da ist. Man macht sich jetzt behördenübergreifend auf den Weg. Es ist nicht nur die Polizei. 柏林的媒体报道讲，被锁定的是雷莫家族，这个家族是阿拉伯的。因为涉及组织性犯罪，名声正歹。去年因家族的成员就因为偷摕柏林的博物馆价值375万美金的100公斤的金币，被逮捕定罪。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查观众朋友来看，总统蔡文下乡早起的头一站是去婚姻关的水拿口湖大溪，加海口乡镇。总统蔡文是讲头一站会选婚姻哦，是望讲会使听做事人的心声，嘛为历任的政策甲民众来沟通哦，望讲市民会使来支持。早上呢，我先去了水林口湖，你看现在来到我们海西乡哈，那我也很深刻的感受到哦。我们的海线的乡亲对绿能、养殖、观光等产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期待，也说希望我们的渔民可以越来越好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绿能产业是我做总统以来非常重视的政策那在国际上，绿能的发展也是趋势蔡英文表示，婚姻有真好的条件，会使发展绿能，也毋过在地嘛有真重要的养殖业，两项新业务拢爱顾了周知，保障渔民的权益。即届甲各部会做伙下乡，来听民众的心声，希望讲未来拢会使有较好的发展。咱阁来看台北市劳动局今仔公布，2020年有将近1400间公司因为违反劳基法互处罚，其中南山人寿罚794万上济，前12名客运公司就占一半。公布2020年违反劳基法裁罚金额前12名的单位，台北市劳动局第19指出，去年一年总共有1393间事业单位被裁罚。年度的总罚金1亿900多万，其中南山人寿罚上最794万。他在去年总共罚款了794万。这当中有2家，包括南山人寿跟家乐福呢，长期间没有达成所谓的延长工时以及女性夜间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共识，所以呢，它的这个累积的裁罚金额就不断的上升。劳动局长陈信如希望这2间事业单位积极并且有诚意的甲工会协商，以免一再触犯。另外，前12名内面，客运业就占一半。陈信如呼吁资方应该把劳工看作是珍贵的资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性的去要求他们，第一个补足人力，第二个将这些多余或者是不够，应该其实要请他们要去盘算这样的成本啊，不要再多加一些更多的这个路线啊，劳动局指出，自统计来看，以往有真侪事业单位无依法互劳工应该有的加班费加假期。也有真侪事业单位对法定的规定无视，或者是误解法规的内容，造成违法。所以希望企业无应该把劳工只敢当作单纯的人力成本。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公告人员宣布成立公告年资补偿金的自救会，因质疑政府推动年金的改革，也毋过却保留军人的年资补偿金是牺牲公务人员甲老师的权益，这并无公平，所以要自力救济来争取恢复补偿金。拒绝不公平，还我补偿金。大声话口号表达不满，有一人因为军公告年改，认为权益受损的老师决定要成立公告年资补偿金自救会，19开记者会。希望政府恢复补偿金的制度，争取因应该有的法定权利。这个年金补偿金，它跟退抚基金毫无关系哈，因为当时是政府用公务预算去编列支出的。到年金改革的时候哈，这个法律明定要给予的补偿，政府却说不给了。自救会讲，军公告年金以前是唔免纳钱的运机制。伫民国84年，过度真济需要家己提拔镀金制，这2种每年就差1%，所以设计新的制度补偿迄寡看新旧制度的军公告人员。严过政府启动公告年改了，再将这条钱提掉，初步估计有10万人受害。依照年资效率来换算，平均是少领4万到70万。大家呢奉公守法工作了那么久了，你先退休，你有年金补偿金。我现在才能退休的人，我们领不到年资补偿金。军人他可以领取补偿金，那奇怪了，为什么公教就没有呢？自救会也不办政府只敢改公告，无改军人，这个是选择性的改革，相同标准。也提出公告伫咧准年6月底进行退休，会当全领的落地条款，因公决定要站出来，也无排除要采取更加积极激烈的抗争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民众家己填退休金金管会推出退休准备平台，按算7月初1正式上线。一开始会先推出定期的寿险甲简单型的重大疾病险嘛强调讲透过这个平台来投保，绩效会比市面的保险公司愈俗。有保险专家是建议讲应该开放1年1保的定期寿险，会使保到90几岁，对民众来讲会较有保障。
目前落地新制之下，雇主每个月为劳工提拨6%的薪水，准做退休金全户。按过了解退休金有限，过去金管会甲退休金协会这单位强推好享退全民退休投资专项，由基富通平台提供。按过这商品有限，金管会阁推出退休准备平台。民众应伫平台顶悬选择适合保险的商品，落实普惠金融。以前那个集保的基富通大概是针对投信家数不多，商品选择没有那么多。那今年会尽量把这个标的团体设置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及早开始为未来的人生理财规划的重要性。退休准备平台要规划一个保障型保险商品专区，各将寿险公司拢考入来。初期先规划2种保险商品，有定期寿险甲感染型重大疾病险，按算7月初1正式上线。低利率的环境让很多的商品它就保费比较贵，民众的负担觉得重一点。那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透过这样的一个投保，保险公司在附加费用的部分的降低，来回馈给客户。不过，保险专家认为，这个保险方式依然无够，亲像定期寿险有保障时间限制，建议增加纳入1年期的保险。另外，建议增加重大伤病险，保障会更加全面。一般的民众并不是很清楚重大疾病的定义，那何不如开放？现在目前市面上有一种叫做重大伤病险，就是说只要领到卫福部的重大伤病的资格，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要来得更具有弹性。保险局表示，第6回生命表今年就要上线，有估汇率有优惠，保费会降低。保险专家建议，最近要买保险的民众，应等7月退休准备平台上线，才个出手。记者综合报道。新的学期后礼拜一开学，花莲的家庭合作中心的助学金额各减300多万，有300多位6岁学生的助学金额，各需要招总，也望讲社会大众会使来斗相共。小琪的妈妈有2个伫咧读大学的查某囝，开学了，敢若是学费就要到10万，因为伫咧西部读书，所以也怪细厝加生活费。妈妈伫市场正骨力赚，也是无法度负担。这2年经济差很多，他们有时候会帮忙去打一些零工这样子。可是打工会不会影响学业？我也会怕啊。即马教学中心的助学金阁无够，有真侪受资助的学生拢伫咧讨论开学了是毋是要去打工，如果惊讲会影响功课，就让因此休学。如果打工的话，就会变得很忙，然后可能学业就会下滑。这样，大学到外地嘛，所以花费变多。如果去打工的话，读书时间又更少，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累这样。花莲教学中心讲，每年休热休寒过了，拢会发奖助学金，补受辅助的学生。不过今年已经要开学啊，也阁欠300多万。我们大概大学生一个人都是补助2万块。那在今年度，其实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大概还缺300万的缺口。疫情或者是经济的大环境的影响，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花莲县总共有900多位清寒学生向教育中心申请奖助学金，其中偏远地区的囡仔就占78%，七成5是高中加大学生，欠300万会影响300位6岁学生。教育中心希望大家斗相共捐款，2月底进行保护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警方接到民众报案，讲伫网络买物件说互人诈骗咯。警方嘛查到诈骗集团的车手，拢故意选伫郊区的 ATM 来领钱，佮骑脚车四界去领钱。警方要来用监视器来追查，嘛真困难。目前知影有21人被骗，损失900万。头底无啊，穿着运动衫，骑着会当拗的脚踏车，行伫街仔路，外表看起来亲像出门运动。毋过伊却是一名诈骗的车手，学电影手法，骑着脚踏车，故意找高估的领钱机器，偷领诈骗的钱。向朋友借来的汽车里面载着小泽，也就是这台小型脚踏车，在寻找目标确定之后，立即呢下车，将小泽骑往市区内。然后选定 ATM 到领之后，又故意绕小巷小街道来误导警方。
警方几日工前接到民众报案，伫网络买物件被诈骗，追查发现，这条钱伫台南桂林某一间农会领钱的机器被领走。经过调监视器发现，诈骗的车手利用脚踏车移动方便，一直踅来踅去，闪避追查，随后把脚踏车等伫玉井山区的溪床内面。一共有21名被害人，损失金额多达128万元，而且共提领的次数多达58次。经过调查，有21个人受骗，损失的金额上百万。警方提醒，网络买物件陷阱真多，手法嘛一直改变。民众有任何问题，会当先向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记者李小米交关高雄报道。全世界拢在抢武汉肺炎的疫苗，也毋过，就算有疫苗，嘛无法度保证讲一定就会产生防护力。清华大学医工所的团队嘛研发出一种快速体检的试片，只要滴一滴血，15分钟就会使知影讲注过疫苗的人敢有产生保护力。甲试剂滴伫咧试片顶缘，免偌久，试片就会显示你的身躯顶怎么感有新冠肺炎的抗体。就跟他伫咧厝内边牛血糖同款，真方便。确诊的病人或是施打疫苗之后的民众，血清里面我们可以得知他的中和抗体的量的多寡。那比方说中和抗体的量多，代表相对应的施打疫苗之后的保护力有起来。台湾自外国买有防社传出好消息了，清大研究团队也针对自有防社了是毋是有产生抗体，研发出这种会当快速检测的试片。甲目前传统的方法比，唔但速度紧，也较俗。我们有很好的临床的医师，我们有很好的研发能力。那除了口罩国家队之外，我们能不能结合国内的业界的朋友、医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在政府的指导之下，我们能不能打造我们自己的世纪国家队？这一次呢，就是再度展现全世界的大趋势，临床医学加上卓越的科技，是可以使临床医学各个层面向前迈进一大步。为了要互检验结果更加准，会当配合使用这台会当装伫咧身躯边的机器，将试片插入去，分析了就让知影有放射对人体保护力发挥到什么程度。这套试片怎么已经甲病院一个厂商合作，希望会当加紧新冠肺炎有放射的研发。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中研院团队最近有一个上新的研究，发现讲，伫咱人的体内有一种叫做 USP11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若是无稳定，就会造成大脑的发育出问题，都有可能会生出智能障碍、样型甲自闭症的囡仔。未来有新的时阵，就会使先做这种蛋白质检验。这项成果嘛发表伫国际期刊镜头。过去学界研究大脑发育无正常，大部分重点放伫咧基因的转录，但若是一型的转录两倍出问题，敢会是无正常的原因之一。中研院生化所特聘研究员陈瑞华，细胞甲个体生物所周心如副研究员，跨领域研究上新发现。两倍 SAX11 转录的时阵，爱靠两倍 USP11 来稳定。SAX11 是一个在工作的机器，等于是它是控制这些神经细胞怎么长到正确的数量，然后怎么迁移到正确的位置。当 USP11 不见的时候 ，SAX11 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些神经细胞就会有问题。安怎确定有 USP11 的时阵 ，SAX11 有够稳定发挥功能？团队甲正常的鸟鼠仔，甲摕掉 USP11 的鸟鼠仔进行微光的测验，结果发现摕掉 USP11 迄组神经分化甲神经的线动拢有问题。在学习、记忆，那甚至情绪、社交上面都有障碍。对，所以这个就显示大脑的功能其实非常重要。当它有缺失的时候，会造成很多面向的问题。团队指出，大脑发育无正常成因的基因真多，但是透过这个研究，无得卡未来囡仔出世进前，会当检查敢有 USP11 或者是无正常，提供诊断的时阵新的思考方向。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国内大陆冷气团南下一寡境外污染物嘛做伙南下，所以今仔南部有一寡车站就呈现出空气品质感觉是提醒哦。对明仔载开始，西半部的县市空气品质会愈歹，不仅是预测23、24后礼拜2甲拜3空气污染会上严重。
强烈大陆冷气团导南，随望带来境外污染物，毋过量无真济，佮加上扩散条件较好，所以19的空气品质敢若南部较歹。部分测站是达到感觉式的提醒。今仔日的方向转做东风的形态，环保署预报，自早开始，西北部的空气品质会变歹，可能会一直继续到25。其中23、24，也就是后礼拜2甲拜3，空气品质会上歹，强度会甲2月初迄波同款。迄当中有30个测站是达到红色的警示。不排除有这个机会。后面几天其实风速目前看起来是很微弱。为着影响空气品质，特地要变歹，环保署伫咧下晡调开南部县市的应变会议，除了继续要求台电、中广等等的国营企业、甲大型公民营的电厂减排降载，另外嘛要求16个县市的环保局加强稽查气电共生厂等等的大型污染源。会去要求他去所谓的增加加药量。哈，因为我们在乎的是所谓的那个排放量的降低。全台湾有33间气电共生厂，虽然无像火力发电厂同款会直接排放 PM2.5，毋过排放的却是 PM2.5的净区物、硫氧化物甲氮氧化物。若是稽查气电共生厂对减污会当有偌济贡献，环保署表示，一时之间是无法度评估，毋过面对气象条件无法度改变，要降低空气污染的冲击，敢若会当拄减少本土的污染排放来做，会当做偌济就算偌济。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三座的本色文化奖对2019年开始，因为伤过老旧，嘛已经拒绝外县市的本色送来遮。台中市政府除了会先甲文山奖的设备来换新的，未来嘛按算讲要来减少收品的量，后日奖嘛有改善的计划。过年结束第3上班日，焚化炉处理垃圾的进度恢复正常，无出现垃圾车排队的情形。不过台中市3座焚化炉拢真老旧，伫2019年就已经有无够应付垃圾的状况，逐天拢有88吨垃圾未得处理，民间讲是希望交车。台中市环保局强调，垃圾蹲做山这种代志，应该袂伫台中市来发生。死亡交叉应该是说我们的垃圾产生量跟焚化量的部分啦，那我的垃圾产生量已经大于我的焚化量，所以变成说会有一个那个交叉。处理垃圾不是只有焚化炉而已，我们还有外埔的绿能厂，还有相关的其他设施可以来做处理。文山焚化厂3座高炉已经伫去年换新，发热的能量提悬到2000度。台中市环保局嘛计划伫厂区内另外起一座500吨的新炉来代替旧炉，总能量会维持伫900吨以内。佮加上后日、后日这2个厂伫新炉完工了后1冬内有望解决垃圾过头侪问题。一年的一个处理量呢，像去年是78万3000吨哈，那我们整年的垃圾收运大概是81万5000吨哦，污染防治做得更好，然后把它焚化量能够提升到它原有的设计量，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多300吨的垃圾来做处理，我想就可以把大台中市的垃圾完全处理得很完善妥善。也后日焚化炉契约得要伫8月来交期，虽然高炉已经使用超过20冬，不过发热的能量较悬，台中市环保局按算要来征收。另外，拍算自明年开始，无煮过喷就要分类回收。这站有通互垃圾，搁再减量，提升焚化炉处理的效能。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昨公布一份全球性的环境报告指出气候变迁、物种多样性的消失、甲污染这3个会互相影响的环境危机需要一个永久性的发展目标，才有法度来彻底解决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日纽约总部对外公布168页，号名做“甲自然和睦相处”的环境报告。内容是写到这半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加5倍，不过环境却是付出大代价。Today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overexploiting and degrading the environment on land and sea. The atmosphere and the oceans have become dumping grounds for our wastes, and governments are still paying more to exploit nature than to protect it. 古特雷斯表示，人类向大自然讨战，这寡抢bomb行为的效果，全部拢会报应伫人类所受的苦难，亲像是经济大损失、减少地球生命、气候危机、物种多样性危机以及着污染，但年害死过了100万人，互地球受尽凌迟。More than 1 million of the planet's estimated 8 million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are at risk of extinction, and diseases caused by air pollution cause some 6.5 million premature deaths every year,
and polluted water kills a further 1.8 million, predominantly children. Meanwhile, 1.3 billion people remain poor, and some 700 million are hungry. 经过咱敢若关注分析议题，不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伫这份对过去全球性的研究所整理出来环境报告，直接点破爱改变的部分。 呼吁世界各国就要改变税金制度、改变经济、改变发电的方法，甚至是农渔业，抑搁咱人的食食拢要改变。为着要量早达到低碳未来甲恢复自然，报告当中建议讲，逐年就要准备5条美金的经费，补助石化、工业化农业、渔业以及着矿业的转型。So I think more and more governments are starting to recognise that they have to rethink how to measure economic growth. That doesn't mean to say they'll do away with GDP. I think they'll complement GDP. 联合国的环境大会伫后礼拜就要开始啊，还有真侪重要的国际环境会议的举行，真就是11月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古特雷斯就特别指出讲，今年是重新建立制度的一年，需要有新的规划来保护物种，使用重要的方法来降低污染。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这几天，常常有机会会使伫野外看到腊鱼。南投有志工17日，就看到一只真健康的腊鱼，四界找食食。嘛，南投的大学员工有翕到腊鱼的乌坑，专家是表示这拢显示腊鱼的族群有扩大的趋势。伫咧草坡仔出现一只腊鱼，伊一时豆豆向顶悬来爬，一时阁想要向土里找食食。随网拄土堆连落来，冒油加古水，也是互民众笑甲。这个月17，伫咧南投山林溪，有生态志工看到腊鱼出来找食食的状况，嘛显示出台湾的保育已经渐渐有成果。在当导览解说的时候，往往都看到他那个穿山甲他们所爬过的那个痕迹啊，真正看过了，这是第2次。 但科学指出，像讲山林溪顶顶的浅山地区，适合腊鱼来栖息，甚至伫咧南投的暨南大学的学校内底，嘛有腊鱼出来挖坑找食食，会当看到的机会是愈来愈多。卫生中心表示，2月份至3月份是高血群数量相对较少的时间点，腊鱼出来找食食的机会嘛会较悬。若是根据南投卫生中心的统计，最近4年的腊鱼的救伤数愈来愈悬，2019是要到56件，去年嘛有43件，而且其中有流浪狗咬着伤的比例嘛袂少。它尾巴可能会露出来，它如果全只比较多只的话，可能会一直攻击，甚至把它从尾巴开始到它的四肢的影响，都有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伤害。詹宏德表示，照野生动物保育法，腊鱼是日级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经过真侪年的保育，今嘛成果是愈来愈好，大部分拢是健康的个体。毋过浅山地区的开发，也有流浪狗的问题，也是会对族群造成影响甲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南投一间国小甲台中市的实验学校合作，用起个寒的时间，教这学生做伙伫树顶来起厝，厝头到尾拢爱家己动手。其过程中毋但爱用到数学，嘛必须爱明白一寡建筑的基础。学生啊，拢讲因是学着真侪物件。一样水平，这个跟你的那个这个机子要是水平的。学生举落砖伫咧树骹固定插帮，另外一边的囡仔是爬去树仔顶，甲螺丝锁好安，固定厝的基骨。这群囡仔无分大细汉，同齐合作伫咧树顶起厝。第一次在学校看到这些工具跟树屋的建造过程，就觉得很新奇。我希望在我的树屋上面可以聊天，然后还可以一起玩。囡仔对画设计图，摕做木工的技师到起厝，拢家己包办。南投县国姓乡长福国小为着训练学生思考和设计能力，专工用休悬的时间，和台中市成功国际实验教育学校合作，设下合科的课程。美学、数学、工程，还有结构等等，它就是一个各种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我们扮演引导的角色，来让小朋友完成自己的一个树屋的想象。人讲万事起头难，囡仔共心用大自然的资源，学祖先起厝的智慧。两间学校的老师也欢喜看到探索教育会使对这的设立子开始定根。记者综合报道。
有真侪砖头拢会伫墙仔顶头画图来吸游客，也毋过无真侪人会四界去黑白画，嘛定定会产生纠纷。新北市政府就特别针对景观彩画来定出标准哦，最近就会公告。伫壁顶画是孙悟空被东山宗去取经的故事，不过煞是画伫咧民众拍3个月巷仔内。要彩绘壁面头前乌托摆停几排，互人看了真爱叫。新北市政府最近就拍算针对景观彩绘研究实施基准，希望美化城市景观的本意唔通变调。办理这个景观彩绘的时候啊，还是要有一个主题性啊，融入地方的一个特色啊，文化啊，另外就是说也提醒大家说这个基准啊，也告诉大家就是说，在办理的过程啊，就是说要先从这个整体的环境去思考。市府伫最近就会公告相关基准，未来若是公务预算补助的彩绘饼，会先改善当地环境。另外，主题也会搭配当地产物或者是文化。有学者认为，彩绘唔是想要画啥就画啥，就要结合当地特色才有意义。不管是从外面来的游客，或者在这个地方呢生活的居民，甚至呢成长的孩子，他都会因为这些墙面上面出现的这些地质、地形、生态、文史的内容来认知，说我是属于这个社区。学者讲，伫咧过去有一寡眷村彩绘了，真受大家的注意，真侪社区就开始第学。也毋过，这个流行过了后，就出现壁面要安怎维护的问题。伫 FB 有文化界人士讲，前一阵仔森林好买的眷村，互人黑白乱做的代志，就看出艺术或者是乱做乱画，只是隔一条线尔。记者综合报道。彩色铅笔画出的图，互人真温暖、真轻松的感觉。伫森林有一个青年艺术家陈丰修，伊拢用彩色铅笔来画图。有人讲哦，伊画出的图，就亲像相片同款，咱嘛做伙来眼界者。艺术家陈丰修真专注，伊当咧用彩色铅笔一笔一笔，甲无共的色水贴起来。好几张图看起来真有赞处。你可以画很简单的那些插画类的一些小的一些作品，它也可以就画得很精细，就像那个拍的照片一样。用彩色铅笔画图，总是予人一款温暖轻柔的感受。陈丰修特别喜意掠树林、动物、大自然做题材，伊有路的画法亲像相片，连光线和影的细节，伊拢是真斟酌。我真的是很喜欢云林这样子的生活的那个模式，未来也可能会打算以这边，你看他画那些欧洲的旧有的那些建筑物啊，跟它的那个田野的风光来做创作的那个题材。色铅笔可以画到这样子的惟妙惟肖，非常的出脱超俗，然后非常的有灵性，所以。立马我们就拜托洪修老师来平原社大开课。陈丰修是桃园人，一毕业就去到云林的工作室食头路。打云林的平原社区大学又邀请伊来开课，期待乡亲学到彩色铅笔的画法，用来记录家乡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的巷仔内有一间咖啡店的头家哦，叫做陈武良。伊原本是工程师，因为爱啉咖啡，就开始研究咖啡。伊伫去年，佮摕到台湾国际咖啡交流协会办的烘豆仔比赛冠军。这是屏东潮州的巷仔内，看起来无啥物特别，但是藏有一个做咖啡的高人陈武良。伊伫去年摕到 TISCA 台湾国际咖啡交流协会烘咖啡豆仔的冠军。这个比赛，红看做是入去世界比赛的头一关。参与赛事，我认为是一种就是让自己进步的方式，所以我有尝试着去参加像 TISCA 这样子的比赛，然后从中也学习到很多。原本是工程师的伊，对爱啉咖啡，到和牵手做伙开咖啡厅。伊负责冲咖啡，太太负责做胖。在这种配合之下，两个人共心拼出一条咖啡的路。我们是在去年3月搬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原本是网络形态的一个模式，把工作室做了一个简单的布置，对，然后有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太太喜欢做bagel 面包，那我们也他对这方面也很有热情，所以我希望能够继续支持他在这方面的发展。
对，那咖啡是自己喜欢。想要展现和其他咖啡厅的无共，就要有家己的特色。因做的咖啡各有香，呈现出一种平衡。但有良讲，因希望来这的人会当感受到轻松的气氛。我们想呈现的方向是平衡感，对，然后一种干净的呈现，所以喝起来会是一种清爽，然后希望是一个愉悦舒服的口感。对啉咖啡到变咖啡师，但有量拍拼冲出上好的味。这几年，屏东县政府嘛咧推广咖啡产业，巷仔内小店也无输予都市的大型咖啡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匈牙利有一个无手的工程师，当初虽然有装假手，也毋过使用是真袂顺时，所以就开始家己研究，利用 AI 人工智慧，互假手会使如何接近真的手哦，对生活有真大的改善。匈牙利工程师来回一边用手机输入程式，一边试倒手字机的灵活度。10年前，伊得到脑冒险，病情正严重，爱甲倒手甲正手的手盘切掉，片仔嘛经过重建。尾仔伊就开始研究生物医学工程，希望互肢体障碍者的生活甲一般人共款。I got my first prosthesis around a year or two after the amputations. This wasn't the information that I was getting before. It was like, oh, this is going to be great.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so much with it, and it's going to be like you didn't even lose your hands. Well, that's not what it was like. 尾仔伊甲 AI 结合伫咧仪器顶头，互 AI 手会当感应、读取、翻译使用者肌脉的神经信号，就敢若是心电图共款。若用愈久 ，AI 手就当愈紧的反映做使用者使用模式。互使用者伫咧使用时阵会当更加方便。My idea was, okay, how can we make these devices learn over time from us? The same way we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How can a prosthesis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it makes as well? 为了要互 AI 手吸收更加侪行为的数据，亲像是开干仔罐、煮咖啡、摕水果，各种需要用到手加手板的动作。来回拢一遍一遍一直做，并且甲进前捌合作研发出电子皮肤的新创公司，搁再一次合作，互其他使用者体验改善仪器的使用。来回讲，未来这项技术较成熟，乃会当互使用者的仪器更加灵活，也会当用伫咧工业用途，做出相关的机器人，派用去较无适合人类去的所在工作。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伫罗西亚前一站有民众看到几啊只门拢是拿小流浪狗仔伫路里爬走，民众是怀疑讲因互附近一间化学工厂污染，造成门拢互染色。到底是受到什么化学物质影响？目前卖化验咯。罗西所在出现几啊只拿色的狗仔，互开车经过的驾驶行一条。这个狗仔出离的地点就伫莫斯科东方370公里的杰尔任斯克市，因为附近有一间6年前废弃的化学工厂，民众怀疑因是无迄间弄入去，冒着含有硫酸重的废弃物模式，才会染成显白的垃圾。好在在经过兽医初步观察，狗仔行为甲饮食也算正常。Состояние у животных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ьное, они активны, у них есть аппетит, жажда, проявляют активность. Мы взяли у них общий анализ крови, и биохи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к нам пришли, они в норме. 不过有动保团体烦恼，狗仔互有毒的化学物质染色了后，可能会造成皮肤痒，也可能引起内出血甚至死亡。在引起国际关注了后，有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工厂进行调查，也采集狗仔的大便、感冒进行化验。На месте отлова животных были найдены экскременты,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одной из этих собак. Эти экскременты были отправлены в несколько токсикологических экспертиз. Также мы, с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отправили тоже в экспертизу образцы шерсти этих животных,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результаты, что же это за вещество на них. 动保团体呼吁俄罗斯当局重视流浪狗的福利，互因适当的安置和照顾，同时唔通互污染事件个发生。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这2天会渐渐回温，台湾各地佮朋友金门马祖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敢若港蒙部会落雨，也毋过各地早暗温差嘛是佮真大，所以民众着爱特别注意。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